台南新营区公所甲环岛南文教基金会合作，举办着关怀的活动，针对每一个弱势家庭无同的需求，来寄付着无同的物资。譬如讲，这个日常生活常常用会到的小家电等等，希望互弱势民众上解直接的帮助。透过新营区公所行善团甲环岛南文教基金会合作，针对区内20户弱势家庭准备礼券甲电器，要来送因，希望讲会使帮助因的生活。今天的活动能够抛砖引玉，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贴近的去照顾我们比较弱势的族群。除了礼券以外，也有针对每一个家庭无共款的需要所准备各种小家电，讲会使发挥企业家回报社会精神，互因的生活更加温暖。然后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笔款项，我们把它购置了一些家电用品、日常的生活的用品，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仪式的部分，我们来捐赠给我们地方的弱势团体。基金会已经连续4年拢提供爱心资源，予新营区公所来帮助弱势家庭，那成为大家典范。更加互台南乡希望家园的方向迈进，互大家人伫这个都市拢使过好的生活。